至少最后能一起。我们失去了众多的伙伴，令人悲伤的记忆。全员注意！现在开始进行模拟训练。欢迎来到斗神期训练中心。早上好，波罗罗。啊！我们要让那些孩子走上战场吗？所谓军人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些家伙竟然来到地球了吗？